高雄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最近有一个中国兵马俑的展览，民众会当伫翕相区看家己和这兵马俑生甲有像无。不过，民众发现讲，这翕相的软体是中国软体，怀疑这寡资料会传去中国有治安的记录。科工馆表示，已经发文要求主办单位来调查，目前嘛已经暂停翕相的体验。 不管是坐咧，还是徛咧，各种形态的兵马俑，为顶礼拜五开始，伫个国立科工馆内展出。除了展览区，还佫有活动区，互民众透过特展内底的机器翕相了后，比对家己甲兵马俑面貌同款。所有民众指控活动区使用的软体是来自中国，软体说明嘛是用简体字，敢是有治安的风险。那我是不知道说它的资料会不会回传到中国的伺服器或是他们的资料系统里面去，但是整体看起来这个展就充满了各种疑虑。没有相关的法源保障的情况之下，民众的脸谱到底被收集到哪里去？会不会做出什么样的运用？被哪些人拿到？老实说，这个真的没有人会知道。 台湾之前只是进一步质疑，这个活动为国内申请单位到中国代表拢是统战团体，批评科工馆无把关。不过民众看法不同款，有人认为政府会严格审核，也有人认为要避免传相片。如果是真的有食安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做老百姓的都是会怕。讲我是无问题。安怎讲？因为你既然我都过在这边走的时，就没有治安的问题了。 科工馆解说无治安的记录，讲伫签约的时阵，就要求主办单位袂当使用中国厂牌的资通讯产品，嘛强调特展内底两项活动单元设备的产地拢是台湾，已经请主办单位先把这个体验的单元关起来，无查明进前袂当用，嘛同步要求主办单位要清查，若是违反合约无要改正，就会要求因撤展，嘛强调这届展览是按照科工馆相关规定审议通过，内容是符合着科学技术科普的教育，无。 统战的代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